落还是啥，拢会走的。走的吼，你一直补嘛走，后面栏杆拢等下去补，而且造成交通也不方便啦。这个是几十年来就是每逢下雨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它这样的话就是透过这个大口井，我们把水排出来之后，它就不会再滑动了。这样，它会顺下坡就会滑动。如果没有做这个工程的话，这个路就整个会滑到那个谷底去，就是说整个路会断掉。工程是蛮浩大的，而且是开一个水井，然后去做集水区，集水把水引流下来之后排掉。那整个未来如果能够阻止这些水跟泥土的滑动，那当然这条路它就不会受损。那未来农民才能够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再来就是我们从整个南溪到我们的东山到我们的六甲，那这条道路会变得更安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174、175线为连接六甲、东山、南溪的重要道路，其中175咖啡公路更是许多观光客会造访的景点。然而，位于山区，每当豪雨来临，总会饱受地滑之苦。最严重的情形，甚至会造成整个路段崩塌，相当危险。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首次利用大口径集水井工法，是难度极高的工程，疏导瞬间强降雨所奏生的地下水，避免地层滑动造成道路崩塌。预计明年中会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公务局第2公务大队林大队长怎么说吧。大口井的工法原则上它是有一点类似比较做大的那个集水井因为我们的坡面的整治有分阶段的那现在是属于算是第2阶段。那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在公路局都会做一些预立排桩就是把它做一个固定。那现在的话，因为地层比较特殊，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那个乌山林的断层，还有这些地形构造的关系造成它有岩层的那个泥叶岩的破裂带它就是白垩土的部分。那它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质地很硬，但是它遇水的时候它会滑所以说伊的崩积层跟伊的岩层的所在有一个滑动面我如果说地下水上升到那个滑动面的时候，会造成整个上面这一块大概20几公尺深的那个堆积层它会滑动，会向我们的路边这边滑动。所以我们现在第2阶段的工法就是比较倾向就是导水。那我们导水的时候就是打深口井，然后打排水的那个集水管，把里面的那个重力水在岩层里面的那个重力水把它导排出来，让它有时候在汛期的时候，它下雨的时候，它那个水位上升不会那么快。那这样子的话减缓它那个移动的速度那保持我们的路面的安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进行市政总质询，议员蔡耀辉率先锁定县市合并10档，黄伟哲任期嘛将要过半。不过，议员批评溪北人口流失无重大建设，认为社乡差距会更加严重，而且佮特别点名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到今拢无动静。对此，市长表示，这项建设是中央发包，伊一定会尽洪荒之力来争取。议员蔡辉上午总质询拍头阵，一开始就以溪北工作机会少、收入少，目前人口流失已经35000多人，借此来质疑县市合并10档，建设同款重南轻北，看未见溪北未来有甚物好庆祝。会长嘛以强调黄伟哲当时选市长的政见，问伊到底溪北做了甚物，强调伊对黄伟哲是历届市长上届寄望的。赖清德，交苏万地，交黄伟哲，你进这2档，我较欣赏苏万地，是安怎？一区一个建设，清德伫我遐10档根本就无做半，伊的政见是对，有时能对无啦？这伊的政见啦，莫去讲区的政见啦，拢做伫咱万岁府城，无就溪南。现在做对包括过去延续过去咱的
经市长出来，包括长盛营区的迄个重划，那么有你甲继续甲完成，啊，打造一个较好的即个生活环境。啊，道路建设的部分可能因为即马新营即个道路咧翻修，啊，有的一寡造成一寡市民不便，但是若准翻修好，道路建设那嘛会增加。会中议员嘛以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原本预定111年1月启用，不过到今却拢无动静。这个市长当初所讲的要尽洪荒之力。咱讲你有信心无啦？有啦，老实讲吼，市长有啦，你唔通逐日撞是一个总选举，啊，这个拢无用心去台北这是上重要，我都做上重视的啊，其中之一啦。啊，重视都无进度，怎么重视？我嘛做重视，我嘛牵一个讲就讲，尽洪荒之力，极力争取。啊，到尾就人甲我笑讲啊，你洪荒之力，搁你咧讲的，你市政府，你咧讲，那个中央交市政府要来配合。这是中央的工程，我哋尽洪荒之力向中央来要求较紧的来执行。关市下边十档溪南、溪北如何共进共赢，所得城乡差距嘛持续可见吴市府团队的作为。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南科是台积电5奈米甲3奈米生产基地，嘛是台积电近年来投资台南的重点。目前已经投资5000亿来设厂。议员李中勤表示，市府一定爱好好将金鸡母留伫台南拼经济，所以提出安南区有大塘119公顷的土地顶优势，建议市府划设台积电专区。议员李忠诚以安南区有一片大塘119公顷的空旷土地，加上连接科工区、中头寮、和顺等工业区以及交通方便的优势。所以，这个要求市府一定要有远景，为设台积电专区，提供因持续投资台南并经济发展的完整用地。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台积电的专区？因为多好迄个所在也好，然后那个地理位置也好，其实它都已经四方八达啦。好，事实上伫咧迄个所在，咱也努力看卖啊。未来嘛是有这个机会啦。七股、总头、和顺，包含南科、南工，其实都非常的便利。那交通上，腹地上，其实都非常的好啦吼。所以讲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我们也研议蛮久，说希望市长是不是可以去探讨看看，在这个区块是不是可以去设置。事实上，您的指教我大概了解了。不过因为台积电那也有去科工区去把那个易通他们的那个土地。好，把它买下来嘛。好，提到了那个119公顷，我们来先来思考可行性，好不好？好，来，好，市长，你有承诺哈。因为了解台积电近期连续4笔买地行动，累计已经投资上100亿，嘛显示台积电将南科列入后一个世代生产基地，对台南经济发展的影响真正足大。另外，议员嘛关心城西新的焚化炉到底当时要兴建，当时完工。过程当中，本社有甚物调度机制？对此，环保局长表示，到时新的焚化炉每一天将处理900吨的本社，工期大约3档，完成结项以后，计划明年开工，朝向淡市本社自主处理的目标。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工业区标准厂房虽然一档的产值高达958亿，不过却面临真侪厂房上老旧、使用率无悬的困境。议员蔡淑惠就点出，20多档来市府依法处置厂房的所有权，不过却收无租金，质疑市府渎职。加上已经无法度进行都市更新，所以议员建议市府既然收无租金，就应该卖掉，替市府增加收入。议员蔡淑惠考中的安平家区标准厂房，在民国69年就完工，并且公告卖出。不过因为租卖状况并无理想，加上厂房土地甲建物所权分别属于市府甲中华工程公司。不过议员质疑的是，市府厂房的土地所权20多档来却拢无收租金，认为是怠惰渎职。在市政府光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1毛钱都收不到租金。如果说你们今天一直要以中公的意见为意见来处理安平标准厂房，我要告你们一个失职，告你们一个怠惰，因为你们没有收到任何的租金啊。安平工业区标准厂房，它的承租率、承
以出租跟出售，它的出售有19个位置，出租率有41个位置，一共才75个，就有41个位置出租出去。结果我们这么多年来10-20年收不到1分1毫的租金，我不知道我们台南市政府在干嘛。未来我们会觉得应该要把土地的部分做明确的建价。那如果有法律的争议的话，我们应该循法律的程序来进行。台湾经济部表示，虽然厂房机能老化已经无符合产业的需求甲转型发展，所以市府拍算加多次更新来活化再利用，不过事实证明并无可行，所以要求既然提无租金，就建议市府需可先取得一个合法公平性的估价。将对当处分的土地供应卖掉，以现在市值12万到16万，但市政府大概当取得将近18亿的市库收入。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林间国宝许汉珍一生钻研大木作甲结网工艺，而且传承无暗坎，所以被颁发第5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伊嘛是台南市第2位得到这个奖的艺师。市府文化局特别安排庆祝大会，由市长主持献上祝贺。已经高龄91岁的林间国宝柯汉丁，对细汉的时阵就对咧因爸爸学习大木做的工法，并伫17岁的时阵开始参与庙宇的兴建。全台有67间的庙宇，拢会使看到伊的作品，包括万里的万年殿、后家的关帝庙等等。伊也着结网甲大木作，得到国家的肯定，被指定为林间国宝。虽然现在已经对第1线退休，但这几年来，伊也积极传承伊的手艺，同时甲城大文资处等单位有系统的保留伊的大木作甲结网等技巧，开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柯汉丁大木作传承计划。大概这20年中，前10年我们基本上都是研究他所有的技艺。它的知识体系跟内涵，然后之后的后10年传习工作基本上是全面性的，包括从它的计划跟设计，它的绘图怎么绘啊，然后它的落高怎么落，那吉利尺寸怎么选择，那有关实作的部分有包括RC仿木构造，那第2个是纯木构造的部分。教学员一根一根的构件把它做出来，那另外就是有藻井的实作，包括镂高，然后再去做成小型的模型。在这个传习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录影，那有做教材、做模型啊、实物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希望把他的技艺全面性的把它建立。完整的教材，那未来汉珍师他没有办法真正自己亲自教的时候，就是坐在旁边，我们一样可以根据这些东西来继续的传习下去。也因为汉丁师无私的传承，这互伊得到第5届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的肯定。对此，市府文化局也特别举办一场简单隆重的庆祝大会。并由着市长委托亲自主持，向汉丁师献上祝福。很重要的是，徐老师不仅是工艺是无双的，是至高无双的，他的做人更好，因为他从来不藏私，从来不保存什么秘籍，虽然不把这个自己的所知所学的只传给某一个人。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更见证了他人品德的高尚高超，这点是非常谢谢。有徐老师不仅会做人，而且会做事，而且这个会做这个公益，我觉得其实在专业的表现度跟人生的哲理上，他就已经给后代子孙上了一课。我们很高兴，马家英兴，咱的汉丁师会当得到这个国家文艺保存奖，这点我是非常非常恭喜。一步就卡因会上来，也会当在家，后来就感谢。注意啦，安尼提拔，来提拔，靠我做咧，是多谢个来这个，有这市长、咱局长来欣赏一下礼物安尼非常的感谢恁传习计划当中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文资处也陆续出版相关的册籍，
同时，这个资料也会提供给有需要的单位来使用，希望将这个技艺传承落去。但新闻郭不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议会为了让台南百岁人士会当做伙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将伫10月23号举办盛大中央节活动，邀请33位百岁人士来到市议会，安排一个精彩演出、甲牛会啊等等丰富的活动。台南市议会这几年来拢会伫中央节时阵举办敬老活动，邀请台南市的百岁人士来到市议会。今年除了持续来举办以外，也邀请比去年更较侪33位百岁人士。即届也有民间企业、各综合病院、手庙天坛等侪单位共同响应。到时阵也会安排丰富的活动，互长者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针对台南市满100岁的长者呢，在9九桥上举办一个活动。那去年得到很热烈的回响，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因为大家都还很希望呢能够继续办，那所以呢，那我们台南市议会呢就顺从大家的意思，原则上在10月25，也就是9月9号，重阳节的前2天的23号，在10点的在1楼的大厅，举办欢度重阳节的庆祝活动。邀请呢，到了33位，非常难得，33位的100岁以上的长者呢，他是因为将以布置喜事的心情，来与长辈共度欢庆重阳节。那我们当天呢，还邀请到我们的优势跑幼稚园小朋友呢，还有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安平教会的合唱团，还有我们新南国小呢的扯铃队，也在今天呢都有来这边哦。将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个表演的节目。那郭中和医院呢，今年呢首次呢特别派人在我们大厅呢提供免费的量血压的这个医疗的一个服务哦，非常感谢郭中和医院。这届活动将会伫10月23号登场，市议会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将台南打造成为一个银发乐活的城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大生事业公司持续关心学生就学环境甲空气品质。伫今年9月，分别捐赠德国国小甲复兴国小空气清净机以后，这届特别选定东区的胜利国小作为第3届捐赠对象，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台南在地企业大成事业，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学子就学环境空气品质。伫今年9月份，分别捐予德高以及复兴2间小学空气清净机。这次再度受到议员蔡宏全的牵线，选定东区胜利国小进行第3度的捐赠，希望让胜利国小幼儿园以及管弦乐团的学生有一个空气清净的学习环境。我们何董事长、何总经理除了陆续上次捐给德高、捐给复兴，那么这次进一步来到我们胜利国小因为他知道我们胜利国小幼儿园这个非常的需要，而且我们还有乐团的练习场次也在地下室，其实还蛮多的那个在有很多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需要空气清净机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个协助。蔡议员也是牵线互阮企业有这个机会。当然最主要是讲，即马有阮疫情增严重，我会感觉讲，即马校呢，目前这幼儿园拢无这个空气过滤器，阮公司拄好有代理美国拉斯科的空气清净机，还有讲抛砖引玉，那个
教育下幼儿园，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因拢年岁较少，拢较无体力，那空气拢较歹，会造成讲肠病毒啦，病毒啦种种。阮的空气清新机最主要是拢改善这个空气的品质。胜利高小嘛回敬感谢中，感谢大城市业的善心付出。每到秋冬之际，台湾的空气品质并不是很好。另外，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大家也都是战战兢兢。那么今天能够由我们议员还有何董事长来嘉惠我们幼稚园的小朋友，我想对于现在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我想我们幼稚园这边多了一层保障。大城市业希望透过空气清净机的关键，会当为小朋友提供一个空气清净的学习环境，提升学习的专注力。嘛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和更多企业加入赞助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的轮椅因为大多数拢真老旧，城中赛主会特别发起捐赠轮椅的行动，无到点半钟就无到50台，而且佫特别挑选航太顶级较轻的材质，替行动无方便的民众就医。这50台轮椅伫城中赛主会会长朱华旗的号召，无到点半钟就无至到位，而且佫是选用航太顶级的材质。不止袂生生，加足轻，而且坐垫可以当替换，相当方便。对此，城中赛主会上午伫卫生局主备甲所有赛车赛事的见证，正式关乎市立病院，成为无障碍就医上好、上新的服务。那因为医院的轮椅大部分都是非常老旧，要不然就是生锈了，就坏掉了，没有办法推了。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收到之后呢，那我们就发起了这个活动。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病友这个型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师兄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在我们发起这样一个活动，在短1个半小时，我们就把我们需求数量已经募集到了。对此，市立病院长嘛相当感动，认为因拢是大家活菩萨，会好好珍惜这个资源。但咱知影讲伫病院内底当然拢是艰苦有病的人，着急的家属，但是有一群人。最需要帮忙的，就是行动不便的人所以这个轮椅是有一个真好的意义啦，就是讲伫病院内底无方便的人咱要互伊有一个好的这个工具而且这道关的毋止50台这个数量我嘛感觉真感动所以这表示听讲时间会长伫1、2点钟来就甲考起来而且这拢是真好的材质全国一代团结正能力量的成果，嘛凸显伫做公益、协助社会福利路上一点拢袂孤单。电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3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